你眼前呢隻樣貌奇特，甚至有啲醜怪嘅生物，佢就係來自東非地底深處嘅裸鼴鼠。佢冇毛，皮膚皺巴巴，視力又差，但佢嘅生命力同生理機制，卻係地球上最神秘嘅奇蹟之一。更令人費解嘅係，當人類同其他哺乳動物飽受癌症折磨之際，呢種貌不驚人嘅生物，竟然幾乎從來唔會得癌症。科學家們研究咗佢幾十年，都驚嘆於佢對抗惡性腫瘤嘅驚人抵抗力。到底係咩賦予咗佢咁特別嘅能力？經過多年深入研究，科學家終於揭開咗謎底。原來，裸鼴鼠體內會產生一種獨特嘅高分子量透明質酸。呢種超級透明質酸比人類嘅更具彈性同黏性，能夠喺細胞周圍形成一個強大嘅保護網，有效抑制細胞過度增生同變異，就好似一道天然嘅長城，將癌細胞拒之門外。呢個發現可能會為人類嘅抗癌研究帶來全新嘅突破。